来看新北市邦桥一栋公寓早起7点外火烧厝，是安尼浓烟散雾。因为一层楼就住8户，总共有5层楼，这住户是住真多。消防人员是用尽气力帮忙住户来逃生，总共救出34个民众，其中还有婴仔甲幼囡仔，加在拢敢若受到轻微的轻伤。已经拢全乌烟啊，也有民众伫窗仔边发救命。邦桥有一栋5层楼的公寓，早是7点发生火灾，不少住户伫困梦中惊醒起来。楼上还有6个人。他有平安吗？有到楼上去？他们刚刚打还那个跟小孩子在家，有2个婴儿跟2个小孩。虽然查囡仔被救出来时阵，伊头壳顶也有地甲消防人员小人的强生的面打，伊惊甲伊治好。还佫有细仔囝包尿珠啊，互人救出来，伊嘛唔知讲家己是对偌大危机逃出来，就连这鸟味咧嘛，叫伊无开啊，赶紧帮伊挂上锁。它是灰色的，它是灰色的，刚才也在楼上光头。那我刚。这火是对公寓2楼传出的，住户真多，消防人员出动大批人力，好在在火势伫第一时间内就被控制。那因为它是1层8户啊，所以非常的深啊，非常的深啊，所以在搜索上非常困难。总共救出34位，疏散20位。上病的民众拢有小可吉伤，到底为什么一透早就发生火警？警消嘛持续伫现场追查原因。